伦昨暝最后一场的演唱会，舞台卡来听歌的是一个比一个较大卡。其中这个12强棒球队的队长陈家宪嘛有来，佮甲周杰伦做伙唱歌，得到热烈的掌声。今天就训练你一下，因为大巨蛋这个场子迟早也要你来 hold 啊。我已经 hold 完了啊，你已经 hold 完了啦。 真实在台北大巨蛋的台湾队长陈家宪有够紧张，原来是因为伊要伫偶像周杰伦的面头前点歌喉。难得看到陈家宪紧张的眼神，对伊来讲，唱歌可能比拍棒球更加困难。 头一摆伫大巨蛋唱歌，嘛是靠伊袂倒，佮亲身送台湾队的93号球档的。伫台北站的最后一场，大凯来宾，那是伊娘。大家好，我是山下继续。 连日本名车山下智久嘛专案来支持周杰伦。林志玲的气色真好，出现伫大银幕，互观众一直欢呼。伫舞台卡金光闪闪，嘛为周档的最后一场的演唱会做一个完美的结束。Hello， 我是郑慧良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